安尼哦，歹势，安尼我拄则是念了家己好，家己爽的就对了。我这边电话随卡电话互你。安尼哦，哦，已经半点钟啊，拄则已经走2个人客去啊。好，不要紧，不要紧吼。好，读到对。哦，做方这地方我查一下讲一点吼。方吼，一个是风吼，一个是远吼，两个风甲远啦吼，差不多是即个地方迄个方吼，无土里边迄个地方方法迄个方的念法相像嘛吼，方就是方法吼，远吼地远吼，相款吼，这只是九远就是十方吼，九远。节远吼，节孝方有吼，节方吼，节远、节孝远吼，徛远、远骹吼，这拢是迄个牌坊伊个方，然后读白话音读远吼。好，来风呢？风花市乡里巷仔换唱吼。好，我直接我就读文言音的风啦吼，因为迄是华语的写法嘛吼，我就读文音。目唱风的监督吼，就是伊1652年升任晋升商务员，并且担任土地测量师，然后来食做公司目唱风的即个监督。1654年7月3号吼，就是咱即摆读的即段的阵啦吼，因为武备舞弊啦吼，就是应该是乌西啦吼，被改制吼，所以即只顶头无讲啥物代志，讲到遮接含糊，就是无爱直接讲啦吼。今仔日6月30号拜二嘛吼，讨论即个下设商务员兼公司目唱风主管吼的代志吼，但是无讲啥物代志。今仔日新港目加油湾甲大目港的头目赖厝地长官阁下请求，为着要尽可能及时防止因为迄大阵造成损害的即个草米来引起严重的饥荒吼，要防止即种代志发生啦吼。迄个饥荒看起来已经要临头了吼，要到吼。请求允准因社人只需要一半去上学去读书啦吼，去学校上课，另外一半会当去参与去掠即个草米啊。每一礼拜轮班一遍吼，去掠草米啊。一半社人等去上课，加有另外去上课迄一半人来掠草米啊。因也请求允准讲每一礼拜吼，每礼拜日啊吼，每一个餐椅会当留一个学生去赶走迄寡害虫半工，然后由上课的学生来接替，安尼头前迄个才会当去上课吼。对此，阮允准因伫即个期间，一工只需要早起上课2点钟，然后就会当去照顾因的产妇，因为这是需要的工作吼。哇！这我已经毋知影即个草米啊，即灾害已经几工啊吼，到当搁你讲即灾害吼，而且搁是遮尔济吼。咱进前，我伫店钱无啥迄当阵吼，读过的吼，有较重要就是讲，一开始读着讲一个队长吼，发烧7天了后过身啦吼，敢若第3天就出山吼，所有即个什么大官啦、长官啦吼、商务员所有的吼。议会议员拢逐个甲送葬安尼吼。另外一条消息就是讲有一个士兵吼，因为暴力破坏公物吼，迄个暴力的倾向吼，性情足暴力的吼，足暴躁的吼，结果去用掠起来处罚吼，绑伫咧现场顶头头壳顶绑梯丢吃杖吼，就是梯就是一种竹棒啦吼，丢就是一种棍啦吼。头壳顶绑梯场吼，公开示众了后，甲伊解除伊的军籍。但是下底咱有看讲即个
即个人的小解，讲即个兵啊后来公司甲选起来做即个刽子手，刽子手当是华语吼，我拄则知。伫只孔子碑就是贵族绣啦吼，这是 Embry 原来安尼绣的吼。OK， 然后呢，就是读着讲，迄个对卑南送批来的人吼，送一张批来，批内容无重要吼，重要是即个送批来经过即个，因为伊是行南路、陆路送批来吼，行南路，所以你若知对高雄要到即个台东市吼，卑南都即嘛台东市吼，即对即个。台南要到卑南，一定伊是先行，可能是咱即马讲的即南行啦吼，南行公路、南回啦吼，南回公路，即条路线有可能啦。我黑白药的，然后我当然毋知影当初伊是行啥物路线，但是因就是行即条路线。行即条路线，即个送批的人讲，伫个伊伫个即个路途中有看到伊个即个草民仔仔吼，足恐怖吼。啊，讲入去即草民仔顶头，咱进行后。佫有读着其中一工吼，咱拄则读的其中有一工，就是即个李林诶，即个政务员送一张批来，讲因迄边吼，因有办即个祈祷会啊吼。后来咱知影祈祷会就是为着即个草民仔所办的吼。即个祈祷伊讲因即个李林即是即个草民仔严重啊，啥物情形，就是相款咯，就是天开讲野早啊，迄寡。糖所拍落来，所即个覆盖啦吼，所拍所要怎讲呢？就是伊所保个吼，所掠砍的吼，所掠砍的即片土地4、5工来，所有的作物食甲无了吼，而且保走了，伊讲北方保走了后，伫个涂骹佫留一阵吼，细只啊，用细只啊，即个草莓仔糖，数量比保起的差不多佫加10倍安尼。我看偌恐怖吼！即个草莓仔知，咱读二次读要30年啊，读20几档啊吼，第一道拄着吼，而且足严重吼。奇怪的是讲，我伫所有我看过的即个台湾历史的即个记载吼，拢无讲起着即项代志。咱伫咧即个地咱掠城市看已经读几啊工啊吼，读差10工去啊吼，我可能即草莓仔知超过10工的吼，遮尔严重的即个灾害吼。从来毋捌听人讲起吼。我自细汉到当然后来离开台湾啊吼。我意思讲伫庄口，我嘛毋捌听过阮朋友还是阮老爸老母，从来毋捌讲过啥物草莓仔即种物件吼。迄阮阿公我嘛毋捌听过吼，所以应该是讲，这应该是即种情形伫台湾已经可能足久无发生过吼。好来，咱继续读落吼。7月初6月已经读煞吼，所以我拄则甲我读过，小互大家知影者。即个我吼袂记咧甲恁设一下即个主持人啦吼，应该爱自动设一个主持人，安尼恁入来就会当伫台顶啊，甲我通知讲无声。其实我若无开声，因大家嘛拢听袂着，讲实在嘛是拢。无效，唯一的方法就像爸比安尼，拄则敲电话来甲我养者，我再去看手机啊，无拢袂注意着吼。嘿啊，好，爸比会记哈，就是即种方法尔，无别的方法啦。因为我一开始一讲的，我无去看手机啊。好，7月初1拜三。哦，哇，7月初1落长哦，落长哦，我毋知啥物发生啥物代志，咱来看觅啊。1654年吼，拜三。早起天光，看见伫阮伫西方海上有一只船停伫遐，因为点钱无风，所以伫今仔日早起就派水手长吼，叫做 Cornelius Louiswinkle， 含即个港队领港员吼，坐一只舢舨出港，因为要坐小船出港，袂当遮尔紧就启程吼。这啥物意思？看无。虽然因无偌久就去到遐，即寡人爱等到约略暗时7点钟才坐迄只舢舨转来到港内。Louiswinkle 哦，就是迄个水手长吼，真欢喜甲消息早转来甲阮讲，迄只船已经伫南平停船的所在吼。俄罗上帝吼，
就是南平会当停船的所在，伫遐停啊，吼，是平底船，伊是平底船 White Part 号，吼，是最近设定房间的是安怎？直接邀请固定的几个人，因一个礼拜就会伫台顶，免咧开房了才来邀请你，爱另外讲。我知啦，就是无去承认啦。好，到对啊。好，讲即船是平底船 White Part 号，是最近伫咧5月21号被巴达比亚的总督国下派遣吼。改动平底船 White Lamb 号伫咧快艇 Utrecht 号对巴达比亚出发，直接前来台湾遮，作为本季派来处队第一帮船。再来合计是1207910号吨的货物，有商品、粮食、战争用的火药甲其他物件。即只平底船的 White Part 号所载货物价值是63061号吨。是你写啥？对，头前毋是讲已经100外号吨啊，即嘛佫63000，是啥物意思？即只平底船伫咧航道中，无拄着偌济暴风，其他的船拄着比因佫较济暴风，因此呢，伫咧航往西南沿海来避风，闪风就对啦，闪风。对总督阁下所写予长官阁下甲议会来批拟，阮知影下列的事项。好，下底就是即张批内容的款吼。来看一下讲，去年12月初4甲13号，今年正月11号、4月1号甲4月初8，陆续用快艇塔佐湾号、加入船 Golden Hope 号和 Haas 号，船主叫做 Zagua， 一只希腊人的，所以这 Zagua 是希腊人的名吼，一只希腊人的篷船吼。公司的篷船叫做 Zealandia 号，甲平底船 White Part 号，对此地送去遐，互总督阁下的所有的批信以及附件和物件拢收到了。也对 Nicholas Verber 先生的口头啦和书面的报告，详细知影讲台湾甲福尔摩沙公司人员的一般状况。首先，伊阁下对顶一季伫咧北方的贸易成果非常的满意，达到2457291号吨的强大的资金，特别是去年12月27号对此地此地应该拢是指印尼、巴达比亚吧。再去 Coromandel、Bengala、Surate 和波斯的丰富的新仔的金宝和日本的银。由上述 Verber 对此地顺利送到了摩纳加。我都上帝，此地我等下拢读迄个巴达比亚啦，我拢来讲遐。并且伫咧今年正月初4有几只船来护送，对摩纳加遐继续再去上述迄寡地区，就是 Coromandel、Mangala、Bangladesh 啦，因为 Bangala 应该是 Bangala。就是孟加拉Surate Bengala 应该是读做 Bengala BEN 三队呢，因真艰苦来知影讲，平底船 Smithton 号和快艇 Spurward 号伫咧此地的北方来遇难，所在价值是110570号吨的货物。和真侪人的命，大概拢已经丧失去啊。关系到此事，抑阁对别位听到一寡消息等下我看下对注脚第3写啥？注脚写啥？拢是一寡物件偏好啦莫读啊，直接转来你一写。关系这两只船海难的这个代志抑阁有对别处听到一寡消息，
这确实互尊贵的公司遭受着真大的损失吼。不过，若是上帝旨意，也只好来忍受。因甲福尔摩沙的政府对Nicholas Verber 先生转换做 Cornelius Caesar 先生，就是长官啦、换人啦吼。迄个 Verber 是 Nicholas， 迄个足奇怪，个性足奇怪，然后进前讲诚无欣赏的即个吼。换做即个 Cornelius Caesar 吼，是有即个必要的吼。毋过也希望即个转换会互双方拢更较满意。伫咧赤坎的迄个新的要塞吼，因对行去的模型有了解，讲已经做到形象咯吼。就是已经起到形象啊，意思起到要好嘛吼。但是因阁下认为讲开支伤拖了吼，开伤侪钱。因的想法并无讲要计划，等下迄寡灵宝搁安置两门吼，即个加射的大炮吼，就是袂讲射足悬的吼，加射即大炮吼。因的想法并无计划讲要起即个要设即个大炮吼，是要讲要等下即个八尺悬的所在用土甲伊吞互甜，伫迄顶头再过来放大炮吼，八尺悬吼。现在三岛颠倒是讲已经将该接合的所在吼起到遮尔悬吼，真有可能会即个会倒落来的即种可能吼，而且因为地方官的厝下面遮尔侪吼大的即个拱门吼，拱门是安怎讲？我请查即个拱门。讲诶，空主杯是讲诶，迄个读音嘛，甘字典的标音是仰，也是强吼。仰手就是伊的规则是讲仰手就是强手的意思，所以仰手甲强手拢会使吼。啊，强呢是规则是手通收吼，手通收。手三叉吼，三叉的相叉吼，手三叉或者是掠碰吼，恭敬的款式吼，叫做脚吼，强手吼，仰手强手吼，拢共款意思。啊，所以呢，好，咱着读做强门或者是仰门吼，直接读空字辈啦吼，强门。而且吼，讲咱等下直接讲吼，迄因即嘛吼，就是看无甲会有啦吼，讲起遮尔悬吼，要放大炮，迄个所在真有可能会倒落来吼。而且因为地方官的厝下面搁遮尔侪吼，大的即个强门的重量吼，迄个工程早晚会因为地动来倒来，有即个危险吼。而且因为即寡无必要开支，将会互即个工程对因以前所估计总开支5万毫吨增加做10万毫吨。即个开销伫咧即个财务困难的时阵，尊贵的公司确实负担袂起。因阁下对建造即个要塞地点嘛无满意吼。因认为讲应该起伫咧即个地点后面的迄个悬堤的所在吼。三队呢，颠倒是讲，即嘛为着要当控制迄片平原吼，必须要将迄个悬堤甲伊吐互平吼。地高一般的农夫爱承担真沉重的开支吼。按照因阁下的看法，即个要吐平即个悬堤的费用将会悬到600里尔，这有可能会地高即寡农夫的政恶吼，憎恶啦吼，憎恶
我读一下憎恨的憎哈，查一下。读做憎第一声憎吼，憎恶吼，憎恶憎恶吼，憎恶憎恶憎憎怨憎就是怨恨吼，怨恨吼就是心肝囥歹意思来害人，叫做憎吼。讲遮尔多费用吼，要甲即寡农民收遮尔多费用，可能会致到即寡农夫的争恶，像即类造成新仔移民的即个动荡，违反因国下意愿的代志，将必须要谨慎办理。要伫咧打狗建造一个碉堡，用来控制迄个结角的代志呢？即个碉堡控制结角的代志，是毋是讲伫顶遐迄个所在啊？你若有去过迄旗顶遐海港，你就知吼。毋是旗顶啊，伫咧叫做哈马线吼，哈马星吼，哈马线遐。在地即嘛，可能讲蛤蟆星啦吼，但是应该是因是对蛤蟆线来吼。我们打到建造一个碉堡，用来控制迄个结角的代志吼。即个控制结角的即个碉堡，我咧摇是毋是就是伫咧即个旗顶的上北边迄角位啊吼？伫咧离蛤蟆线的即对面遮吼。我摇的啦，我毋知啦吼。因国下嘛同意咯，但是因为费用的问题吼，该工程必须要延到以后有命令才来进行。因国下也无同意伫咧即个城堡的东门来建造几个新的工程吼，迄寡工程是要用来防止即个城堡，因为即个城堡下面的土老实而有可能来倒去的即个危险吼。伫安平遐啦吼。毋过呢，要伫咧鹿耳门，就是巴哈，我看卖会对第五字卡。讲巴哈应该是卡亚的误写吼，两个字差较多啊，有法度误写。巴哈变卡亚。不过呢，讲要伫咧鹿耳门吼，就是当另外一个名叫做卡亚吼，要来伫遐建造一座木栅跟木栅吼，木栅要伫顶头来踩两门大炮，即个代志会当随来进行吼。咱知影电视讲就是对鹿耳门遮偷入来吼。伫咧普罗宾西亚迄个城堡内诶，迄座新诶厝吼，迄间新诶厝内底呢，以后也爱设置地方官诶法庭来爱严密警卫，因为迄间旧诶大厝吼，因为地动来倒，因为地动来倒去吼，所以无需要搁去建造一间新诶厝来公司催即个费用。要踮咧厝地即个市镇南边，甲海港湖甲深的吼，看卖第6个字卡，讲即个市镇是指台湾岛上的热兰遮城市镇吼，也称作台湾市镇吼。讲要伫咧即个热兰遮城即个市镇遮吼。甲市镇南边吼，甲海港哦湖较深的，并且会将即个海港的两岸用桩仔甲贴悬吼，要来换桥桥桩啦吼，桩是读做桩是读做桩哟，我查一下。
歹势啊，谈到迄个钟还是钟吼，叫钟叫钟吼。来看一下啊，大理大书店有收一字的书无？无。灰色敢有用着？叫钟叫钟吼，共款意思啦吼，应该一个文音一个鼻音。钟，我着读钟啦吼，桥钟。境外桥钟建造一座坚固的桥，建造一间新的庄仔贴的市场吼，一个公磅所啦吼，就是刻磅啊，公家用的迄个磅啊吼，公磅所。一个曲径房甲营房吼，即拢非常的需要吼，袂使佫拖延吼，袂使佫延前吼。对即寡工程，爱对市镇的经费应该会当来支付吼。因为旧的病院已经倒去啊，必须爱佫订起一间新的病院，也必须试过去修建，因为地动所派去的所在。但是本柜阮袂当期待有任何查会送来此地互阮，因此现在查必须爱永乐队长 Thomas Peddle 对淡水附近的山叫做 Marina Spur 来扑即个查来供应吼。淡水附近的山啦吼，是观音山我毋知影吼 ，Marina Spur 吼，淡水附近当然嘛是可能是阳明山、草山迄边啦，我无解释吼。西帽山吼，反正是要对遐扑查吼，希望讲即个淡水遐队长 Thomas Peddle 因会去扑查。因阁下认为讲，甲商务员 Simon Kierkegaard 对淡水调回此地来为家己辩护，派商务员 Van Iberen 去遐接替伊担任遐的主管，这是正确的做法。因希望知影讲 Kierkegaard 的诉讼案件的结果，也要知影讲下设商务员 Cornelis Plogoy 的案件的结果。拄则讲即个是敢若是贪污啦吼，乌西。不过因阁下认为讲，伫咧诉讼期间，也要暂时命令即个 Plogoy 即个贪污的吼，继续来担任公司的即个木匠方的主管。是不应该的吼，无应该讲，佫可以继续担任做主管吼。因阁下知影讲，迄寡通常的地方会议照常咧举行，命令必须爱逐年拢继续举行吼。命令因啦吼，必须要逐年拢继续来举行吼。因阁下为着要互南方规个反叛的春社佫较顺服，并且来地方会议来出席。所以，受关此地的长官甲议会，伫咧公司武力允准的适当的时机，派遣有够额的军队去制服该地区，但必须爱真细腻、真谨慎来安排进行。吼，迄条主卡第7，看卖是写啥物？物件偏好尔。10:24吼，剩6分钟。哇，这篇遮长，读袂了。这张批啦，写较长。这张批咱即摆一直读的这张批，我搁转来遮吼，讲是迄个。对巴达米亚来的即个船吼，就是透早看到伫咧西方海上停一只船嘛吼，啊，所以派水手长含坐舢板去顶头
去看，去遮阵看，然后甲即张批摘过来讲即只船是变底号对巴达维亚出航来台湾遮的顶头有即张批写互台湾遮，寄来互台湾遮。批咱读到遮佫继续，因为先仔人的跋筊被认为讲对即个共和国非常的有害，因此因阁下撤销了即项跋筊的法北。若是讲迄寡有利益的人头说的法北，伫咧收到进一步的命令以前，犹原会当按照目前的条件来发北，但是必须要命令北商每个月确实要缴纳白金。即个基督教对跋筊的看法是，基督教禁止跋筊因为荷兰是新教国家嘛所以大概对这特别敏感乌鱼欠收对公司和对先仔人共款拢有损失因此所提起讲要降低乌鱼出口税的意见是无适当的为虾米降低出口税讲无适当？佛罗摩萨的种甘蔗制糖的活泼起来是一件好事会使互糖的种价小可较降低。不过目前也无爱踮咧即个贫穷的善用的即个农夫当中来实施实施降价收买但是以后爱注意即项代志伫公司袂当以一沓12厘的价数伫厝地来收买冰糖以前爱停止来买冰糖，因为糖的供应者还有剩5000外厘的债务爱还，对因又搁爱借15000厘的代志，爱甲因拒绝，或者是至少爱因来借代商品，像以前安尼。但是以后行销的时阵，必须全数收回。这糖啦收糖的这个代志，对取消关系着赤坎乡间饲精生的人和先仔农夫的过失，就是迄寡农夫对迄寡精生感觉非常麻烦的代志，因此伊的长官阁下讲，已经互双方拢满意咯，所以因阁下也同意来取消。取消啥物？取消借代志，因要继续去借15000厘的这代志。好，对祖国荷兰来到巴达维亚遐的牧师无多，因此接干会当派2位兄弟来遮。2位即个牧师啦就是 Abraham Deber 和 Robertus Van Sassen。来，即2个会对拢注脚，咱来看卖第8、第9。注脚第8、第9。哎呀，看下时间都差不多到好，咱来看下即2位牧师的注脚，就今仔日就到遮来关放注脚，敢若注脚就写到22，咱即摆才读到第8、第9尔，就知影。这篇落长。第8是 Abraham Deber 是Zurich 的人，1654年4月24号坐 Orange 号到亚洲。偌久以后，伫巴达维亚的教会议会建议之下，和 Robertus Van Sassen 同齐前往佛罗摩萨。不过 ，Deber 伫1654年6月伫边队阵 Whitlam 号顶头过身咯。就是你边遐咱即毋是已经读到7月啊？讲伊6月过身，即嘛是发生啥物代志？我看觅，就是牧师看讲，即张批写讲，即张批是当时写的无讲，我看伊对有飘面，拢无呢，毋知即张批当时写看着鬼哦。即张批写讲，该派常务员 Leonard Winnis 去接任，毋是歹势，第8、第9，读对。讲
对荷兰来到巴达比亚牧师无多嘛，因此敢若会当派两位弟兄来遮吼，就是牧师 Abraham Deber 和 Robertus van Sassen， 对这是 Deber 吼 ，Deber 讲六个的个性啊，伊伫尊敬个性哦，所以即张批写的是讲哦，阮派即个两个牧师去啦吼，啊，即个牧师其中即个 Deber 伫咧，伊就是做，因即个两个牧师应该拢各做工船吧，吼，做即个 Witten Lam 号，结果伊伫船顶死去啊，吼，唉。今仔日歹消息连续听了两个吼，一个是迄个队长，一个是即个牧师吼，队还袂来服务诶尔，伫船顶就死啊吼。好，第9个注脚是 Robert van Sassen， 是1626年生伫咧 Dordrecht，1654年吼，所以这含减国姓仔2号尔，吼，拢足少年诶嘛吼。1654年以牧师诶身份做 Dordrecht 和前往亚洲。1654年减26，18岁吼，做牧师啊吼，前往亚洲。同一年4月27号被派往台湾吼。1654年8月，伫伊工作诶所在叫做小人吼，伫小人过身吼，这遮少年诶了，18岁了，来遮做牧师。过身去啊！吼，台湾实在是，迄当实在是一个足恐怖诶歹所在吼，就是即个疫病吼，诚严重。留下来饿着病吼，发烧7天就过身去吼。好，第8、第9啦吼，即两个牧师我看觅啊，两个牧师，咱甲即段读了吼。讲是因此，敢若会当派遣两个牧师吼。Abraham Deber 和 Van Sassen 希望因对即边的教会工作会有真良好的贡献，吼，叫贡献偌济，吼，讲好一个啥物都无吼。要派因伫即附近的村社工作，吼。佛罗摩萨议会派牧师 Bark Terrace 去荷无人的学校任教，是一项圣务的任命啦吼，任命吼。迄遐个人吼，因为因的鲁莽也无适合来接受高等教育，颠倒是伫咧最主要的邻近的村社，却完全缺乏欠缺即种牧师啦吼，即种教师吼。对现在起，对此事爱改正。好啦，会对即个有关即个讲派即个牧师去互无人去错误吼，即个牧师叫做 Bark Terrace， 会对注脚看觅第10个。第10注脚讲 Bark Terrace 呢 ，Barker 吼 ，Johannes Barker 吼 ，Barkeneros， 拼写阁无共意啊。1654年9月初4吼，伊往阿姆斯特丹的教会申请前往亚洲。虽然讲伊无受过专业的训练，但是伊有为荷兰西印度公司去巴西担任探访传道的经验，所以伫咧1652年就做即个 Oliphant 号前往巴达比亚。同年11月就踮遐担任牧师吼。1652年啦吼，1653年6月30号被派去佛罗摩萨。哦，就是咱即马1653年呢，咱即马应该读1654年吼。伫对，伊是。即嘛毋是讲派啦，即嘛是讲派伫咧佛罗摩萨，就是派去佛罗摩萨，啊，伫荷无人驻堂吼，就是伫荷无人教会遐工作吼，啊，讲这是错误的任命吼。1657年，伊个转去巴达比亚无偌久就过身咯吼。好，真哀伤啦吼。即寡人遮少年啊，就出来走撞吼，就出来拍天下，结果遮少年就过身去。好来，今仔读到遮吼，第10个注脚即只，初是中央即甲位啊吼，关于即3个牧师的故事。好那无啥物笔记，好，强门吼，好啦，无啥物笔记，咱今仔读到遮，我来关房吼。多谢阿管，多谢大家。